交通方面来看，从徐汇安多年来往台东地区嘅重要嘅南回公路，总算畅通嘅。台东同高雄之間嘅巴士今年也復駛嘅，不過因為路況唔好，因為路段還係單向通車管制，故所行駛時間會綁長為1點鐘。至於中段嘅南回鐵路，台鐵講最少還會等3週日以上。台東火車頭係南回鐵路嘅重要轉接站，因為無拉克風車重新內流沖斷南台馬里海嘅路段，南回鐵路途徑行係天時，還有冇風田嘅情形，至少行係等3到6週日，才有可能恢復正常。要繞比較遠，較方便啊！但是若有公路，我嘛是會當坐公路。下陣暫前電車已降落嫩嫩，因為中屯已久嘅南回公路通車，下陣恢復常時嘅頭一日車費全免，坐車嘅民眾出體當場，行入台灣無奈。今天就是免費的啊，所以還蠻高興的。跟南回鐵路比起來是比較不方便的，但是現在還是沒辦法的。拄到啊嘛是要愛等甲路會通啊。因為南回公路彎彎彎彎，透過係南部人士嘅民眾，大部分都選擇坐火車。如今南回鐵路中段猛通，民眾只做得坐客運，但長路況冇好，本台東到高雄4點鐘嘅車廂，至少會加行1點鐘以上。到這個坎站還是都有苦啦，攏愛閃安尼啊。從今日開始，台東到高雄之間嘅南回公路客運，嗱雖然道路暢通，正式恢復通車。每日從早上5點半到晏晡9點半，提供60隻班次，那詳細疏解咧東高兩人之間嘅交通。客家新聞張俊台東報道。